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2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人知。郭台铭在今日宣布退出国民党，一点也未留恋，也认为国民党内有人无共心，规个党长咧拗。行政议会通过废除印花税，唔多地方政府发了讲，会影响到当年120亿的税收。食用界质量农粮署甲农民买油刷坑的烂，农粮署也出来赔回，一切拢是为着农民的设想。新闻一开始，咱来看郭台铭的新闻。刚刚做89天，国民党应有党员的郭台铭，在今仔日透过发言人来宣布讲，自今仔日开始退出国民党，也讲到国民党内真侪大叫嚣，因的心拢无伫国民党，也批评100年中常委，也讲国民党长咧后一点仔拢未留恋，决定要来退党。过办的幕僚也随去办退党手续，不过过党捌讲过尊重初选的话，也互提出来检讨甲批评。即日起，郭台铭先生退出中国国民党。郭台铭伫中秋进前宣布正式退出国民党，因为不满31位党内大佬，包括连坐马英九、吴敦义在内，刊联署声明，希望韩国瑜和郭台铭合体，用进一步、退一步、让一步、甲下一步来合作。朱立伦各地面册铺文，希望一家伙仔伫咧中秋放下自我，假好万事兴。只是党内声声呼唤，有缘化袂转来郭台铭的心。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很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在把持这个政党。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这和郭先生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郭台铭大动作退党，过办幕僚了后嘛去党部办退党手续，佮公布郭台铭会亲笔退党声明，强调当咧做翻转中华民国命运的大代志。王金平对郭台铭退党唔愿意加讲未来合作的方式，洪秀柱是表示遗憾，认为郭台铭话讲要改革，更加爱留伫党内做伙拍拼。国民党除了强调遗憾，佮要祭出党纪。迂腐啦，或者这个部分来讲，100年世袭的中常委，这个明显与事实不符。不是说你退党了，我们国民党就对你完全没有办法，不是这个样子。郭台铭退党和4月17日伫中常会将因有党政提官关迄一幕变成强烈的对比，就连郭台铭捌讲过的话，嘛互人提出来检视。如果选不上，那表示我努力不够，我一定接受，我一定尽全力的支持党初选制度产生的候选人。2020大选，郭台铭要参选，过去已经有支持者展开联署作业，但是中常会强调，18才会公布联署表和联署申请人提早运作的联署拢无效。关于各项联署文件这都是法定的表格文件，都必须要严格的来遵守。中常会表示，13开始受理联署申请，总共有45天的时间，呼吁要竞选大位的人，拢来遵守法定公平选举。记者全报道。人讲假好万事兴，假不好是万事行。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也随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加失望，会用全部的气力来拼这场选战。韩国瑜在下晡也向过党来发声，以顾全大局，团结比什么更加重要。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听出震撼大，要退出国民党，嘛靠党内初选结果出来了后，积极争取全党认同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所做的拍拼，甲好友拢破功。韩国瑜下晡出席国政顾问团，讲外交政策，叮当呼吁郭台铭，希望会当顾全大局，党内团结比什么拢较要紧。此时此刻的团结、顾全大局、大出左眼、发挥大爱，比什么都重要。所以郭台铭董事长。这个所谓他今天这些政治动作，如果要退党的时候，我提出一次内心的呼吁，
和韩国驻温情的合约不共款的是，和电影第一时间发的声明表示遗憾甲失望，会用尽所有的力量和所有党内共心的同志做伙拍拼改变台湾的命运。那赢总统大选恐惊面临分裂的局势。韩国驻除了爱顾内底嘛爱顾外口，国政国文团下晡发表外交政策，以内地外交做重点，打破批评总统蔡英文执政，和台湾的外交愈行愈困难。蔡英文总统口口声声说，第一，他是最能够保护中华民国主权的总统；第二，整个对外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刻。那事实上是非常的讽刺嘛。我们事实上外交断交的国家，从蔡英文总统就任22个国家，已经掉了6个国家。如果再加所罗门，就掉了7个国家。如果我们没事啊，就去捅这个大陆的话，美国啊，到时候很难呐，他干预，他很难进入台海啊，帮助我们。国文团认为，美国虽然是咱的朋友，但是不应该期待对方出兵帮助台湾。韩国自的外交政策强调爱结交朋友，重视经贸，好好利用外交资源，帮国家产业找出路，也是双赢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日到市议会备询，那些议员轮流甲口水，讲郭文哲是造成过党退党的导演，成功训练拿赢，搁再问蔡碧如当时买时节去甲过党的斗相共。郭文哲也回应讲，过党的退党是甚物款情形，伊无意见，只期待台湾会当脱离拿力。柯文哲对民进党的大功一件。台北市长郭文哲下晡到议会备询，就去互那列议员轮流口水，因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2早起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一波政治大海中。以台湾的长远历史来看，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机会可以脱离这个蓝绿的泥淖，这是我个人的衷心的期望。郭文哲今天郭台铭的态度去互立院议员质疑，郭文哲就是编辑局的导演，而且佮批评伊的个性加成必调，而且佮财团合作真正是是非不分。你迄当阵，你不准台北市长去互财团威胁控制，结果你去侮另外一个上界大的财团，要去做咱台湾的总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矛盾，都还是这样。我们也没有被财团控制啊。中华民国也不会被财团控制。登记的话，那再来就是他确定需要我去帮忙的话，我就会辞职。立院议员嘛批评市府顾问蔡碧如公私不分，爱伊紧时时的去甲郭台铭斗相共。那也议员是解脱，过退党代表郭文哲成功互拿军分裂，所以互总统蔡英文连任的机会变真大。说服郭台铭啊，参选了，分裂蓝军了，恭喜你哦！蔡英文连任增加了。那也议员佮讲，郭文哲已经甲目标放伫咧2024的总统大选，佮批评郭文哲头一届参选的时阵，一直强调讲，若是当选袂加入去政党，互台湾有机会来离开压力相当的状况。结果伊的市府人员即摆拢去互台湾民众党公器私用，替政党来服务。对这个代志，郭文哲表示，家己分甲真清楚，目前就是先甲村落来市长任期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所罗门群岛要甲咱来断交。根据澳洲媒体报道，所罗门的总理竟然讲，台湾对因是无啥用处，来形容咱甲因的关系。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也强调讲，所罗门受到中国压迫，确实是真挑战。目前咱外交部相关单位阁等咧拍拼。总统蔡英文早起来投下一间科技产业公司，受到热烈的欢迎。不过，因为澳洲媒体报道，所国总理用台湾对所国无啥物内容来形容大所的关系，佮暗示中国会当甲澳洲来对抗是更较好的外交朋友，引起大家关心。对这个代志，蔡英文强调讲，伫咧中国的压迫之下，面对挑战，目前还伫咧拍拼当中。在中国这样步步紧逼之下，我们确实面临一些挑战哦，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当中哦。那这几年来，我们跟所罗门群岛有很多方面的合作啊，那这些合作方案，也带给了所罗门群岛的人民啊很多的这个照顾啊。针对台所邦交可能有变化，美国国防部官员出席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活动的时阵，嘛表示讲真烦恼。强调讲这是互人关心的议题，还原出北京的企图心一直在增加，要透过剥夺台湾的邦交国来威胁台湾。Taiwan being able to maintain
diplomatic partners, I think,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aiwan's 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its own, contribute to the broader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by having thes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所罗门绝大多数的民众以及政治人物都能够认同跟维持台湾邦谊，才是最符合所罗门国家以及区域各国的一个长期的利益。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蔡总统今年正在期待台湾访问的苏国外长马内列，而且苏国访问团会伫台湾留到9月12。针对苏国总理放出要到台湾断交的消息，外交部表示已经通知马内列，而且交换意见。若是外交部处长齐书谦会照原本预定的行程，后礼拜来去访问所罗门，而且尽量甲苏国政要来沟通，替台苏关系去拍拼。记者综合报道。 在行政议会通过废除印花税，上紧在明年会取消。不过，印花税是一种地方税，若准来取消地方的税收，恐惊逐年会减少120亿。不过，财政部也表示讲，地方税收欠缺的部分会变预算来补，未来会遵照财政法规来分配地方税源。 行政院通过废除印花税法，印花税将会建设历史，实行85年元禄期印花税，属于地方重要财源，尤其台北市，差不多占台北市总税收的6%，一年超过40亿，引起中央请客地方户籍的讲法。中央政府基于这个减政的理由要废止印花税，我们是同意，但是要先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台北市如果一年少掉49亿，这该怎么处理啊？ 官提讲，家己同意废除印花税，按过中央政府应该讲清楚欠缺财源如何补足。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地方欠缺的税收，中央会专业补助。要和地方政府沟通，让地方政府放心，因为停止收印花税所减少的税收，中央一定会给 地方县市政府补足110年以后呢，就是由我们财政部赋税署编列预算补足哈。那么如果更长远的规划来看的话，未来会纳入财政数字化分法。 印花税其实占全国总税收比率无够1%，地方政府反对，按过大部分民众无啥物感觉。其实伫生活当中，去病院看医生自费金额只要超过250块，就要交印花税，税率是4%。卡厝做喙齿10万块，就要交400块印花税。 还有统一发票抽奖，只要超过250块，也要交4%的印花税。亲像房屋产权移转登记，印花税由买方支付，所以也是公告现达1/1。一栋2亿的主体都要扣6万外，也佫有电费保养、装修、建商签订工程契约，拢属于承揽客户，印花税拢要扣1/1。这种印花税是流通税嘛，不要太复杂、太繁琐，只要流通的障碍降低了。 其实未来的税源搞不好增加。学者表示，印花税大部分依照并进扣税，按过客户种类真多，常常造成困扰，再加上缴税甲稽查困难。按过印花税法规之案，也佫必须经过立法院审议。行政强调，是本会期上优先法案，确实通过废除上紧，明年会取消。记者综合报道。 在明仔载开始3天的中秋连续假期，真侪民众伫咧下晡就提早返家。高工局也提醒明仔载是会上塌，特别是国道过河南下路段可能会塌11点钟。连续3天的中秋连假就伫要开始，今仔日下晡台北车头已经出现真侪人大关小排，在行李准备要坐车。回嘉义。你那个车票有事先提早订了？有8月中啊。就先。都先买好票了。不是很好买，对，因为常常就是要晚上就是11、12点，然后就要起来去抢票。但是现在因为有那个 APP， 在用 APP 在订票的时候会相对来讲比较方便。 真侪民众拢是提早买票，才伫即天有车通坐。代替表示，拜六进前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已经全部卖了啊！开后民众会当买泰鲁阁号、普悠玛号的客票。我们台铁总共加班了161个列车，预估今天大约会有75万人次。高铁嘛，伫咧连假的头一天来加开3班南港路段的列车，是国道部分的路段。下晡嘛开始出现真侪车。高工局预计中秋连假第一天塞车的时阵，
国道1号甲国道3号都早起7点开始塞，国道1号的车会继续到下晡3点，国道3号预计是下晡1点了后就无啊。5号透早6点开始塞车，国道1号由美到新竹系统，国3的土城到关西系统，国5的南港平林系统，车程会塞5倍。大概在假期的前2天，我们都会实施南下从7点到12点的高承载管制，一个比较瓶颈的地雷的路段，那行车时间可能会多3倍到5倍不等，呼吁多利用下午2点以后再往南下再出发。高公哥提醒民众拜五爱避开路南的车阵，连甲国道采取单一费率，半暝12点到透早5点暂停收费。新店验造系统单一费率佮拍配者，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透早有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谢良介指控农委会甲农民收2400吨较歹的文旦，而且是偏咧无处理。农委会农粮署也强调讲，继续无帮盘，也批评谢良介是白白布泥甲乌伫咧乱钻，只有1000多吨摕去做肥料。不过，这个程序是完全照不来，而且要照顾到农民。影片伫空中翕落来，农地一片青冷冷，啊，毋过对着镜头愈来愈远，是规大片的文旦去互放伫咧土地面顶。这是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谢良介指控农委会伫花莲水尾红林无爱滴的400万斤，差不多是2400吨较歹的文旦的空翕影片。陈吉仲，你说你都跟厂商说好了，也打好合约，那钱付了以后，这些文旦没有去加工，那现在这些文旦丢弃在这2个地点，他是没办法辅导，你就讲出来，讲我无法度，你千万唔能讲，我起来加工，结果是去骗农民。今年的文旦大出，农委会向花莲农民来收购刺激的，啊，毋过蔡启宏自己无提去加工，糟蹋农民的心血。不离个农粮署中道过了后，亲自出来陪会，先提今年产地介绍出来讲，强调讲甲去年同期中秋进前的介绍比起来是起码2倍多。所以说，我们的文旦价格崩盘，早上的记者会，那个是外行人说的。故意挑衅，这个我们是绝对抗议。请问就这2段影片，可以讲一下这2段？是这样子，我们在大国的政策是这样子，是透过农会来执行。那透过农会来执行，农民就把他那个大国只要符合规格的话，农会就会收集起来。收集起来之后，他会去做多元利用，其中做堆肥，也就是说土壤改良，这个也是其中手段之一。啊，若是针对追尾即寡文旦的空翕影片，农粮署是回应讲，是有1000吨摕去做堆肥，其他剩落来800吨是送去加工厂来制作油啊精油。明年要有好的品质，一定要有优良的有机肥，所以我们这一次用堆肥来做试验。若是有较歹油啊送来到市场，会互价小变歹，所以嘛有种油啊的农民真乐观的表示，嘛愿意观察后备变做土白养分的成果是啥款。第选进前的农产价小产量，搁一个变做拿力讨论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中秋啊，也因为大家拢真爱烘肉，包括着挂壳的蚵仔、蛤蟆，甲这个白虾拢真抢吃。不过渔民却发现讲，这个蛤蟆因为最近天气变化真大，饲就饲袂起。就算是继续变好，嘛无货通好交，甚至有的人收成敢若剩一成。中时号各摆仔出海收蛤蟆，刷来细细的分大细。因应中秋连续假期即要到，民众烘肉的时阵，定定一个海产，嘛互蚵仔、蛤蟆和白虾需求量变悬。但是这3项水产的重要产地假期悬，煞因为天气变化大，地区蛤蟆大量减少，甚至讲有勇士号讲今年只敢若剩1成的量，阁有真多拢只是空壳尔。啊，今年上严重的啦，啊10成死啊，剩1成尔啦，伊都无肉了，都剩壳尔。文革基本上过去拢是每年的农历的3月、6月到9月季节转换的时阵死亡率比较高。那最近大概咱的这个文革养殖业者他们说过去的经验实际上慢慢被打破了哈。因为即马这个极端气候讲实在收成收较无哈。官府表示，过去差不多旧历的3月、6月这个季节，蛤蟆较容易死亡，但是今年拢乱去，嘛好勇士号唔知要安怎，所以就算烘肉的大月已经到继续起悬，勇士号嘛无会通交。我们也会办理相关的这个技术讲座包括引进相关的专家学者来跟我们指导有关在水质管理的部分如何做好管控。
官府表示，对蛤蟆药性率低情形，会找专家甲养殖户座谈，给因专业建议。若是蛤蟆大量减少的部分，目前县政府掌握到的情形，并无养殖户所讲的遐尔凄惨。介绍是预估到中秋过后就会偷偷回稳。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水里有一条宝架林溪，不过在这2日是无风无摇，水头却伫咧崩山。虽然讲乡公所已经派人去处理啊，不过民众也真烦恼讲，8日敢会阁继续崩？位画面顶会使清楚看到山坡地是安尼看现，南投水里乡上安村、甲信义乡的明德川交界宝架拿溪水头的林地，前几工伫咧无风无雨的情况之下，熊崩山，居民想起迄当时的情景，心肝头也是真惊吓。昨日开始就直落来，涨落来上济。所以这是一个足久以前就已经有的迄个崩山的情形啊啦。之前是小可尔。之前是小可，即摆是较严重，面顶佫足济还未落来咧。当然，即摆目前这个土石流有看到已经落来的部分已经影响到上安村这民宅，尤其是咱这条道路是30架。信义乡这民众真重要的出入的所在。崩山的山坡地挖进河道，下骹有山泉水一直冲出来。若是连续降雨，山坡地的含水量会伤过悬，准讲发生土石流，信义乡居民唯一的出入口30架道路就会断去。就烦恼啊！即马落来的时阵，咱阮要出入的路拢会着，包括讲阮伫遮做田园拢会受损着。官府表示，即阵已经升到河道变好势，确保会使顺利排水。也有相关人员伫咧现场调查崩山的规模甲原因，准讲整地的规模伤过大，官府会请水保局拨经费来到整理山坡地，确免崩山的情形搁一届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少年人拢真爱参加的大港开唱音乐会，在2020年开始，也不过在2010年时阵接受政府的补助，到今已经是第11届咯。不过昨暗伫咧大港开唱歌访网站，出来宣布讲，因为高雄市政府甲议员要来审查用过补助的项目，感觉市政府无想要支持，为明年开始要来停办。真侪乐团伫高雄港边轮流表演，今年3月份才打办煞第11届大港开唱，是高雄上大的音乐活动。不过主办单位11暗时雄雄伫人面前广告，最近受到真大的压力，因为市政府一直调资料是正忝头，伫议会嘛去用批评，感受袂到市政府支持，决定明年开始停办。明年开始我们就没有海音中心的软体计划的补助嘛？那明年大港开唱，就是不是因为没有这笔补助？而没有办法持续办理，这点是我觉得要去质疑的。应该站在高雄整体音乐的盛事来做考量，而不是因为政党不同，因为可能议员的监督质询，就让这么重要的音乐盛典就此消失。第一届大港开唱是伫2006年开始办，2010开始接受政府的补助。故意显捌伫议会质疑，主办厂商提补助，虽然免公开招标，政府先嘛因为安尼来调查效务，可能是主办单位讲到的压力来源。不过嘛认为市政府已经无支持这项活动，不离个厂商无出面来说明，文化局讲这个讲法对因无公平。面对民代跟外界的质疑，那循内部的系统要求相关单位来提供资料来供查询，这也是循往例惯例规定办理啊，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单位，而且市府的政风单位，他也不可能去对民间的公司来进行查账。文化局强调讲，今年大港开唱阁摕到800万的补助，市政府一直伫场地等等的方面提供协助。目前还搁伫研究，敢是要甲厂商沟通继续来办。台南市长吴伟铁听到消息是表示讲，欢迎大港开唱来台南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好真。香港反送中运动最近拢用和平示威方式，在今日透早，香港有5间中学生咧用连连的方式来呼吁香港政府回应5大诉求。不过在下晡，却有超过100多人伫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压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也甲反送中的民众发生冲突。另外，缅甸申请礼拜要伫铜锣湾举行集会，今仔日来香港警察嘅记者啦。首先，大家甲
手牵起来做认练，香港5间中学的学生12早起伫将军澳单车馆的外口，大声唱《愿阳光归香港》，啊，政府赶紧回应5大诉求。就连经过民众嘛大声喊加油，反送中抗争运动还未结束，最近拢是采取手怪和平示威。啊，毋过说嘛有侪侪民众是就伫咧国际金融中心，手提中国国旗，大声喊中国加油。过程当中有反送中的民众大声唱《愿阳光归香港》，而且大声喊讲国互香港来对抗。消防专案的冤家起来烧下体，现场的状况是乱七八糟。是发起罢课无罢校得到各校支持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不办学校设送中课程，发起光复中大的行动，提出2大诉求，包括退回送中课程，还有保证学生去用掠也是流氓的时阵，袂因为安尼来失去因的学位。只有團結中大人嘅力量，團結各個學系被送中嘅同學。反送中的行動已經3個月，香港民定計劃禮拜日銅鑼灣舉辦大遊行，啊，不過香港警察用之前已經舉辦過差不多的遊行，啊，還有活動結束了，攏會出現衝突的事件，造成民眾甲警方受傷來做理由，發出反對通知書。過去一段時間嘅遊行示威咧，當啲暴力事情發生嘅時候咧，係有無辜嘅市民咧，係好容易受到波及嘅。即使佢哋只係一啲無辜嘅市民，一啲普通嘅市民，只要同佢哋呢啲激進示威者意見唔同咧，佢哋係會容易遭到毒打啦，甚至係被禁錮嘅。警方表示，傳出13是示威者要求回應5大訴求的上下尾時間，這個時間若過有可能會升級示威的行動，所以有理由會當相信較激動的示威者會趁禮拜活動做出暴力的行為。啊，若是面對遊行去用主動的代志，民定已經提出上訴，會等待上訴的結果了，再個對外回應。記者綜合報道。雖然香港政府已經撤回逃犯條例，不過開學了後由學生罷課遊行的示威活動，香港教育人員協會也公布一份資料，講到學校內底主要的政治壓力，唔是學生的示威活動，是政府加部分建制派機關。小看手造成人連，甚至講直接罷課。香港部分中學生伫咧開學了後，繼續呼應反送中訴求。香港教協公布668位中小學老師的問卷調查指出，伫咧處理不同款類型的學生示威活動的時陣，處理人連尚無困難。有60%覺得冇乜困難嘅。咁呢個嘅講法同早2日喺即係敬師嗰個典禮嘅時候，楊潤雄講話學校。若果係即係有人鏈嘅一啲活動，係越嚟越覺得咧係有啲問題啦。學生伫咧校內嘅示威活動，老師認為處理上大概上無問題，啊，不過將近80%嘅老師反映，政府教育局部分建制派議員和教育界以外嘅人士是主要嘅政治壓力來源。包括教育局咧係幾次咁樣公開表示反對任何形式嘅罷課，同埋咧要求即係學校咧喺日常嘅機制以外，另外去上報嗰個人數。咁啊，學校咧其實係好擔心，即係會唔會秋後算賬咧？多方面嘅政治壓力，恐驚予中學老師對學校處理失去信心。隨機街頭訪問香港嘅大學生是表示，目前喺咧校園內面並無感受到上濟政治壓力，老師講課攏真正常。還是正常上課，沒有說什麼意見之類的。學校的老師或者是同學也好，其實我們壓力不是特別多，也是大家都互相包容的。香港的教育局以及部分建制派的議員其實多次公開表示，政治不應該涉入校園。不過反送中運動超過3個月，其實呢，校園已經很難置身於外。面對這樣的情況，香港教協是認為應該回到教育的專業，由老師秉持專業和學生對話，這些不必要的政治干預都應該停止。以上是公視記者林曉慧、沈志明在香港的採訪報道。講到香港反送中的情勢，在國際上真濟人要感聽。台灣有真濟公民團體拍算要來聲援香港反送中，按算伫9月29要發起台港大遊行，呼籲香港政府趕緊回應5大訴求。另外，聽反送中的香港歌手何韻詩在今日也來到台灣，伊也講到香港人一直受到打壓，已經無路通行路，希望台灣人會當支持香港人來爭取自由。香港歌手何韻詩嘅
台湾前一位音乐人港台入境香港反送中，呼吁台湾人应社关。伊讲香港面临非常严重情形，一直受到打压，香港人已经无路通退。年轻人在前线，其实每一天面对的警报的一个状况，不断的被打，不断的被逮捕。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非常的坚定。最近，何文诗为争取香港自由伫国际上场。今年7月，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反送中事件发表演讲，所以按算这个月17号，将会甲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到美国国会参加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立法听证会，提供反送中第一手消息。中国的力量的控制着各种的人民，还有一些机构，他们的那个言论自由也不断的收窄。那香港其实我们是走在这个抗争路上的一个前线，但我们不是孤独的。台湾真济公民团体发起929香港反极权行动，力挺香港人坚持高端诉求、缺一不可诉求。原因在香港人无法度用选举来影响政府决策，只好由抗争来保护自由。事实上，我们也看到香港政府在最近的阶段都用相对含糊的说辞来试图规避掉要能够落实香港双真普选，以及要成立独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等等的责任哦。当时呼吁港府爱保障进程比例，限制出入境的香港学生过来台湾读册，也提醒台湾政府鼓吹一种和平协议，爱国加速制定港澳政治难民的庇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交易所伫10月时阵宣布讲，希望用391亿美金，甲伦敦证券交易所借落来。有专家认为讲，这就是中国势力想要拖出去的计划，也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香港交易甲结算所在1号向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动提出了390亿美金的收购方案。计划公开了后，香港交易所的股价12号早起一度落3%外，到港票238.2块。香港交易所表示，这是一个对双赢有利的重大战略，会让打造一个领先的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不过，市场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么大的收购计划，才会让香港交易所的股价跌落来。香港经济日报的评论认为，这符合着中国国家级的战略政策，嘛就是行出去。这个收购提案虽然市场的反应无一定真好，不过若是真正收购啊，双方的合作效应安怎，搁要观察。伫《新洲日报》的社论是指出，中国是影响这交易案的上大原因。香港交易所所讲出的6项合并优点，其中5项都甲中国有关系。这嘛，互英国出现了网络的评论，认为伦敦交易所若是接受提案，将来有可能会有互中国政府随时会当接受的风险。因为伦敦交易所是英国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掌握着国家金融的稳定性，这互英国政府甲部分外国市场的人士甲投资者对中国政府拢产生了戒心。目前，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伦敦交易所的内部消息是偏向拒绝的，加上英国也未脱欧，这收购案嘛得到欧盟同意才会当。记者陈世彤报道。伫荷兰有一名医师对一名严重失智的妇人人执行安乐死，却予人起诉。法院伫10月时阵也宣判伊无罪。这个案件对全球头一个甲安乐死按合法化的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Onze conclusie luidt dat aan alle in artikel 2 eerste lid van de euthanasiewet geformuleerde zorgvuldigheidseisen. Dat betekent dat de rechtbank bij deze heeft verklaard niet strafbaar is. 当法官宣布判决结果了，现场每一个人拢站起来拍拍啊！荷兰法院10月宣判，一个对74岁得到老人失智症的查某人实行安乐死的医生无罪。这是荷兰2002年变做全球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了后，第一届引起的刑事调查案件。这个判决的结果代表，患者若是有签过同意书要求安乐死，不过后来失去心智，也是表达力的状况之下，医生赶快嘛是会当替患者来实行。Court that it is possible to give euthanasia to a person who is not mentally competent any longer, but. 一个74岁查某人伫4年进前去用诊断得到老人失智症，伊迄当中有签书面的文件，要求讲若是家己的病情恶化，需要带入去护理之家的时阵，请医生替伊来做安乐死。2016年，伊的病情将不幸真正恶化，带入去护理之家。
迄当阵伊的精神问题，照镜看到家己嘛认袂出来。医生照伊的文件声明是行安乐死，互伊认有家庭经济的加比。就伫咧查甫人失去意识了后，准备要来注这个安乐死的药剂时阵，查甫人向精神，而且搁来反抗。查甫人的查囝甲搁有伊的翁婿甲伊饲掉咧，互医生来完成安乐死。就是因为查某人捌反抗，后来检察官认为这可能是伊拒绝要安乐死的表现，认为医师应该伫要注药剂进前，搁甲患者确认一届，所以转来起诉这个医生。若是像这届案件伫荷兰是真罕哩快，自从荷兰安乐死合法了后，死理前尾期的案例无到20个。荷兰的法律规定，若是患者选择接受安乐死，必须要经过医生的判断，患者的痛苦达到无法度承担的地步，至少要问过第二个医师的意见，才会当来做安乐死。啊，毋过这款的法规嘛引起争议，因为每一个病人的状况无同，医生到底要安怎判断患者的痛苦已经达到无法度承担的地步，嘛互医生承担真大的压力。去年荷兰就有450个医生联署来抗议，表示讲无愿意去替无行为能力的患者来进行安乐死。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台湾人伫中国的安全。中国国台办也对外来说明讲，屏东邦寮行政顾问李明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中国甲抓起来。总统蔡英文也表示讲，会掌握状况，提供必要的协助，也会先来看重李明基的人身安全。我们以让他的人身安全获得确保为最优先嘛。强调会确保人身安全。屏东县邦寮行政顾问李明基8月到中国了后失去联络，国台办11号证实是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动被抓。总统蔡文早起做出回应，指出会以确保李明基的人身安全，导致相关的协助。陆委会跟海基会透过既有的管道跟其他协助的方式那在尽一切的力量对他的情况能够有所掌握，也提供他必要的协助对目前甲中国接触的情形，总统无继续回应。陆委会表示，李明基被抓所涉及法定依据，也有有关的地点，国台办11号讲法完全无法度回应外界质疑，呼吁中国方面马上对外完整说明。那么相关部门也会持续透过窗口与陆方联系，要求尽速说明本案所涉及的相关事项。我们认为中国大陆还不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rule of law 这个法治国家，一些特殊的用词是不是在法界有共同的这一种认知？我觉得还是要由他们来说明。对进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认为是两岸关系无正常，才致使相关的情形发生。陆委会表示，这可能是对中共政权本质无熟悉看法。另外，李明基伫8月份是以什么款的理由到中国，相关的资料拢要等中国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3月成立的印太民主治理咨商机制，今仔日是举行头一摆会议。咱外交部长、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美国国务院的副总卿，加真侪国家的代表，拢参加开幕典礼。AIT 处长也强调讲，希望印太区域的国家拢会用照着台湾模式来自由发展。第一届美台印太区域民主治理咨商机制会议，12早起举办开幕典礼。外交部长吴钊燮、AIT 处长雷英杰、美国国务院副总卿巴斯比，还有真侪国的代表拢来参加。雷英杰致辞时阵强调，讲这届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美台伫两地领域的合作正常化，让台湾会当加入去美国的印太透明倡议。Today's consultations will focus, among other things, on exploring concrete ways to fully incorporate Taiwan into our Indo-Pacific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nd more generally, to promote Taiwan as a model of good governance for the entire region. 新论坛会每年举办一届，雷英杰指出，印太透明倡议会投入去超过4亿美金的资源，来推扫全印太区域的国家，照台湾的模式来发展欢迎自由。台湾面对中国一直压缩的国际空间、军事威胁，还有假消息一直传入来。吴钊燮透过时事参加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年度论坛，嘛偷偷口说讲中国才是麻烦的制作者。Taiwan is a contributor to regional peace, not a troublemaker.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someone else is entitled to that reputation.
5条7嘛伫印太民主治理咨商机制会议面顶强调讲，台美双边合作的范围。会增加少数族群、宗教自由、女性赋权等等的议题，提供资源，透过对话啊，有经验的交流，和台美继续来保卫共同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爱水唔惊流鼻水，不过在咧变水过程也暗藏危机。伫彰化有一间本土化妆品的制作厂商，在去年8月时阵，为甲一批无合格面膜，委托环保公司改毁掉。不过事后发现讲，这物件本地爱互毁掉，却伫网络伫咧互卖出去啊，也随即报案。彰化检警伫10月时阵，也到环保公司的仓库抄到这面膜，专案也进入到法律程序来处理。想要保持好皮肤，未少女性介意的本土品牌药妆面膜，业者发现一批应该爱消费的面膜，刷伫网络交易平台用俗价咧卖。经过搜证了后，甲彰化检警报案。面膜公司跟环保公司是有签订契约，但是不是一次完成清运，应该是分多次完成清运销。外流的部分就是转正的部分，经检察官现场查扣有342箱，大概是3.5吨重。检警调查发现，最近伫彰化真有名的药妆制造商有一批自本要销去大陆的面膜，因为品管过程有问题，全部爱销毁。8月委由彰化县好形象有费清执照的新统联环保公司，车去溪州分化路销毁。但是环保清运业者毋但无依照契约做，甚至讲佫转卖出去卖。检警11发动搜索，到过16个人。环保清运公司姓黄的负责人和下游姓陈的业者，有违反废清法和背信罪的嫌疑。没有依照废弃物处理的程序，以及跟面膜公司所签订的废弃物清理契约，将部分面膜转赠民众，甚至有些民众索取后在网络上贩售。检警现场查扣报废外流的面膜总共342箱，药妆业者等证据收集交全了后，不排除对环保清运业者提告求偿，嘛会当环保卫生单位回收问题面膜。另外，嘛呼吁消费者伫咧合法的通道买物件，才有保障，以免发生了钱割伤身体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规台湾失灵失智的患者，住伫照护机构有超过8万人，逐个月拢爱开3万到5万。为着要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卫福部也有1年1摆补助方案，上紧在后个月15就会当来申请，相关也用补助6万块。咱赶紧来看。厝内底确实有重度失灵失智老大人，未少人会考虑送甲养护或者是护理之家到3共照顾，每个月平均开3到5万。而为了减轻家属负担，卫福部宣布补助方案，会以1年1摆以汇款或者是记名支票，直接补助1年上悬补助6万块。我们补助符合这样的条件者，跟综合所得税扣除额合计，每人每年就是最高6万元。卫福部表示，补助机构类型有护理之家、老人福利机构、身障机构等，只要是今年1月起住满90天以上，就用申请补助。不过有排付条款，最近1年累进税率超过20%，按20%税率扣基本税额的人。个未来鼓励按照28%税率分开计税人，拢无符合申请资格。有国今年5万1000多人受益，总经费19.19亿。不过民间团体议员希望未来延长好申请，新疆补助，若无加少，真可能就伫厝内底家己照顾，反倒会增加更加侪长照悲剧。被迫留在家里去接受这个短期照顾的时候，而这个短期照顾又不能完全解决家属的负担的时候，那家属的压力会往上一直剧增。卫福部表示，最近会到各地展开说明会，为10月15日应检户申请书这资料向地方政府申请，钱会伫今年12月底进前来发。以配合长照指点控升级计划，会推动住伫机构住民补助方案，希望能缓解使用者甲家属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有当时啊，咱要做爱心会捐钱，也有人会捐物件。伫咧台南市头一间的食物机行，因的店面在今年会加里来开幕咯。除了亲像便利商店同款，也结合着失智照顾的关怀据点，互更较需要的人会当真正来接近着因。生活物资伫货架顶悬放甲甜甜，要互弱势民众家己来拣有需要的物件。台南市第一间食物银行12伫台南嘉里开幕，每礼拜拜1、拜3、拜5拢会当来换生活物资。甲过去逐个月固定发民生物资无相像，互弱势民众会当照个人的需求来拣适合的物件。
那民众呢，他就可以因为社工员来评估他的点数，然后呢，他就可以到这个现场去选购他需要的物品，可以让我们的弱势民众，可以好好的利用。除了改变过去大家人固定配偌济制度，这道特别结合实地照顾关怀据点，训练老大人做实习的店员，照大家人的程度做无共款的工课。刚下，大帽黑瓜，哦，对。所以一方面对于我们年长者他们来当店长有一个小收入，一方面对于食物银行的运作可以更平顺，一方面让这些物资都能找到需要他们的人。台南市社会局表示，除了嘉义分行，今年底进前嘛伫中西区开第2位、甲第3位的新营实体店面，要予弱势族群有更较完善的社会福利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仁爱内底武界坝是全台湾去了上水水库，真阁有台电甲原住民的特色结合起来。台电嘛有计划讲，要培养在地乡亲来斗导览、斗介绍，或者旅客会当了解武界坝精彩佮丰富的历史。美丽山配那是个水，这是全台湾票选上水水库第1名的武界坝。武界坝的功能是把漏水溪水引入去日月潭，这除了是重要的水利发电设施，也是南投仁爱重要的观光景点。最近，武界用高压电塔所用的废瓦原料，设置新的观光导览意向，还蛮有意向的，因为它是用台电的废材去做在地部落的指标，所以我觉得结合起来是还蛮有特别的味道。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绘制这个导览图，来增加游客来能够对这边有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说他们的路线该怎么走。这摆重新设计导览系统为观光加分，步入相当的肯定。不过，目前游客敢来设伫步道边啊来欣赏水库的风景。部落望台电当开放武界坝，让游客来参观。那未来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个导览，以及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那让游客都能够进入我们台电的一个设施因为那边的设施是非常的漂亮我们首先会先开放用申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人来导览然后我们再培养在地的人做导览员，在地的导览员来导览这样的话才可以避开危险区域。这座1934年完工的水坝，往日月潭的引水工程有15公里，内底有8座泵坑，占13公里。迄当阵是世界级长的泵坑，这座重要的水利发电设施，未来渐渐啊开放，相信会当吸引更多民众来认捌这的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真侪人咧烘肉，也有真侪人会烘吉鱼。伫南投信义乡的潭南部落，因为这个地动甲风台，甲本地饲吉鱼的环境来破坏，停卖20档。在去年才有人开始饲。业者讲，附近的溪水真清气，温度也拄拄啊好，所饲出来的吉鱼大尾拢嘛肥腾腾。这个山里的养殖场饲出来阿油，无人讲是吉鱼，又个肥又个水。这是南投信义潭南部落，这是阿油的历史比双龙部落搁较早。不过受到天灾影响，潭南部落的阿油产业长达20年。去年才有人投入复兴。包括我们潭南就有1、2、3、4，有5个在养。那弟弟那边也有一个，双龙有2个。这是在民国几年的时候？ 84年左右的时候了。那后来延续经过921大地震豪资台风就受损得蛮严重。阿油对水质、水温、水量拢有一定的要求。业者看好潭南地下水站所流出来的伏流水，天然无污染，是饲阿油上好的所在。因为它的特殊的生理需求，所以需要的是甲含咱国可以换这等等可能伊需要温度会较偏低，较低一点嘛，所以爱比较阴凉的所在嘛。当然，我们玉仑溪的水质这么好，当然希望更多的人来投入这个养殖的行列啊，因为毕竟现在的海水的那个资源，包括重金属、包括塑胶为例的一些污染。水质所专家指出，阿油市场通路济，绩效袂歹。伊嘛提醒讲，阿油有够感染到的疫病，若是有养殖相关的问题，会当找水质所也是管府的防治所来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菲律宾是全球海洋塑胶污染上界严重国家之一。目前有地方官员伫咧推测讲，用2斤的塑胶换1斤的米这款政策，唔但帮助到善良人，也顺续整理到在地环境。有4个囡仔，49岁家庭主妇多洛里哥，逐工伫咧徛街附近的巷仔，看起来亲像咧捡回收。毋过其实伊收集的是塑胶本子，而且用换米转去。14 kilos na residuals ang aking napatimbang, tapos bale 7 kilos na bigas ang aking nakuhang bigas. Malaking tulong na rin to sa amin sa isang araw na 1 kilong bigas. 为今年6月开始，伫马尼拉郊区的巴彦南村，官员呼吁村民尽量捡塑胶资源，甲地方政府交换，2公斤塑胶等换1公斤白米。政府摕到这塑胶了后进行分类，因回收的搁再利用，未当回收的会烧掉，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处理掉。Bigyan mo ng kapalit ang pinaghihirapan nila para masunod ang ating layunin na luminis ang barangay bayanan. Yun lang ang tamang sistema. Kasi ang ibang tao ngayon, pag walang kapalit na binibigay, hindi sila kikilos. 白米每公斤差不多卖30到40，菲律宾批数相当新台票12到24块，这对生活真善车人来讲是真贵。发现南川伫8月多收213公斤大细塑胶袋的甲管啊，而且也搁欠真侪家庭扣塑胶资源。虽然对减少塑胶本数无甚物帮助，不过议员应教村民安怎好好来处理塑胶本数。根据国际经济环保团体伫2015年的报告，菲律宾是全球上大海洋塑胶污染国，而且菲律宾无法律去管塑胶废弃物要如何处理，对包装制作也无甚物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鱼食肉也着菜价，咱先来看一寡增加知识的新闻。天文学家发现讲，离地球100多公里以外所在，有一粒行星顶头有水，甲地球的形态真接近。另外，生物学家也伫热带水域发现电鳗，而且电压上悬会到861只，有影是真惊人。电鳗的外表和一般的鳗仔无差伤济，但是体型加真长，会当到2公尺左右。科学家指出，因为水里无可能有光线通照，所以鱼仔伫咧黑暗的环境之下，大部分拢会用家己本身的电解质来发电，并且送出电磁波来变方向，找找猎物，或者是和动物沟通。同时，大部分的鱼仔的电流拢较弱，电流比日常生活使用的3号电池搁较细，但是被叫做电鳗的这种鱼仔是例外。The most powerful, strongly electric fish is the electric knife fish, more commonly known as the electric eel. 3 electric organs span almost its entire 2-meter body. Like the weakly electric fish, the electric eel uses its signals to navigate and communicate, but it reserves its strongest electric discharges for hunting, using a 2-phase attack that susses out and then incapacitates its prey. First, it emits 2 or 3 strong pulses, as much as 600 volts. These stimulate the prey's muscles, sending it into spasms and generating waves that reveal its hiding place. Then a volley of fast, high-voltage discharges causes even more intense muscle contractions. 若是这个电鳗或者是其他的鱼仔类，要安怎伫咧发出电流的同时，互家己袂去电到，佫需要科学家解开谜团。伫咧天文学的方面，前后伫1990年和2009年展开任务的哈勃以及科普勒太空吊镜，总共发现超过4000粒太阳系以外其他的行星。科学家上大的任务甲兴趣之一，就是找找看这个当中是毋是有另外一个地球。大部分太阳系之外的行星，有的离行星上远，温度计甲水拢会当做冰；有的是离上近，水分完全催化。科学家经过资料分析了后，认为离咱111公里之外，编号 K2 18米的行星和所属行星是离了拄大好，也致使星球顶悬真有可能同时有大气层和液态水的存在。这是天文学上头一届类似的发现。不过，这条行星的直径是地球2倍，质量是地球的8倍。若要讲伊是地球2.0，敢若阁伤早一寡。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是好天到济云，而且有较热小挂。中昼过后，加基基南的山区、加各地头的山区有可能会落雷公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来看气象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位于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位于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位于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位于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位于27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也带您来到罗西看爱体谅的小动物，也感谢今日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看的时间，咱再会。